喺南昌站附近，毗鄰深水埗公園同泳池嘅蓮芳，分為蓮芳1及蓮芳2，各有一座，由萬科香港發展，位置旺中帶靜。蓮芳1主力提供實用面積200多平方尺嘅單位，一房或者開放式設計，只有 B 室為2房單位，實用面積逾400平方尺，另備有複式連天台特色單位。蓮芳2則一層18伙，戶型選擇亦較多，由開放式至3房連主人套房，實用面積則由170多至600多平方尺，另設平台及天台特色戶。兩期項目景觀都以樓景為主，蓮芳2部分單位則向公園及學校景致。蓮芳1及2均設有住客會所，提供健身室、活動室等設施。蓮芳2會所更設有戶外泳池，蓮芳1嘅住戶亦可以使用。項目距離南昌公園及通州街公園唔遠，住戶想野餐、賞花或者進行球類運動，亦有好去處。交通方面，項目享有南昌站及深水埗站2站3線優勢，荔枝角道及長沙灣道亦有唔少巴士路線選擇。20分鐘生活圈內既有深水埗特色商圈同埋街市，亦有商場如西九龍中心同 VWalk 等，民生便利。